过来正大消息，有媒体报道，讲郭台铭会伫9月13中秋节的同天宣布退出国民党，而且伫中秋连假了后，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投入到总统大选。针对这个传闻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并无回应。另外，国民党内有真侪声音，希望会当限资配。 就是韩国瑜的副手会当找朱立伦，而且传出讲高雄市的副市长李树川咧牵线，已经去找朱立伦讲几啊介咯。韩国瑜并无否认哦，甚至讲伊甲朱立伦的交情真好。我跟朱立伦市长都有共同的理想啊，希望整个国家能够越来越好，也有共同的交情，都20年以上的交情，也有共同的担心，就是担心台湾的未来。 沟通的管道都是非常畅通的。市政会议结束，韩国瑜先回应的，就是最近国民党不断传出韩资配，伊无否认，嘛讲两个人的沟通管道真顺，互外界对着伊副手人选有增加不少联想。不同的国家领导者送的这些目标，怎么会讲错呢？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另外，这2天伊嘛限制伫做市场甲做谈会，讲一寡错话风波。 伊搁再做出解说，大家想要追问的，也有媒体报道，妨碍创办人郭台铭可能会伫13宣布退出国民党，所来中秋连假结束了后，以独立参选日投入2020总统大选。这个传闻呢，过办无正式回答，韩国瑜嘛真明显，无想要先对外讲上多。